各位好啊！今日咧介紹兩個安眠食療喎。第一款係蓮子百合牛奶，首先將啲蓮子加少少水煮軟，加入牛奶一齊煮。最後加入洗好咗嘅鮮百合，再煮多一陣就得㗎喇。咁就煲完啦，呢一個就好簡單，咩都唔使落。不過你想甜咧，就可以落啲糖嘅，我就唔會落糖咯。用電飯煲整嘅好處就係唔使睇火，同埋唔怕黐底。跟住分享另一款我覺得好有效嘅安眠食療——桂圓牛奶窩蛋。桂圓洗乾淨咗之後，放入電飯煲，加少少水，煮成濃汁。撈返起2/3左右嘅桂圓，再加入牛奶。牛奶煮熱咗之後，直接打一隻雞蛋落去，煮到蛋白變白色就得㗎喇。電飯煲整嘅嗬，係啊，我覺得咧，用電飯煲佢啲百合都可以煲到溶晒一條條咁樣咯，咁就好綿嘅感覺咯，即係覺得係好滋潤，覺得好啱女仔食啊呢個，係啊，食落去又唔會覺得好流，有少少綿嘅感覺。哦，女仔中意嘅，哦，原來係咁。二玲咧，你食完呢個龍眼窩蛋煲奶有咩感覺咧？我就自己原本係中意甜嘢嘅。咁呢個咧頭先聽到話冇糖咧，咁但係試咗之後覺得都加咗龍眼肉都個味道都 OK 嘅，都好清淡，都有嗰個甜味咯。